他就从我那有那么久给他你老姐的你也得比我要讲俺不的。嗨，你晚上听到啥鸡什么？来，好嘞。我，好的，好的妈耶！从哪里住呀？弟弟没有我表姐的订单了，那片盘拍过嘛？北京的那边东西没有呀，没有了。让妹妹，让妹妹。再见了。没有多个那个多个，老板啊，没那么快的拿菜的话，那就我拿来几种的，拿来录要了。如果你叫我弟弟那边，俺弟弟没那个叫，那讲的那个说的多么亲家母了，俺弟弟，这个没得多来呀，人家家人，好干的嘛，哪怕是回家，这样的。哎，俺说别在西家里。你俩嘛哪里跑了？俺们那讲一句，奶奶那家吧。哪里了不？过江的过地。包那家人嘛，上面要安那包。没那讲的，那个刚刚那家吧嘛。上面那个关系。啊，跑那个。哈，我那个新疆的吧那个。啊，路嘛没得样，俺搞路没嘛。为啥说这成功的家嘞？人家爸爸想想。老早路呢嘛，没啥包成功的。上了光包，上了地。我呀。爬楼，爬楼，那你我不会呀。没有啊，俺那这块是一点我们去的。我爱啥呀？那个你别说我免费，俺们本来没有。没背呢，没看不错，没背呀，没看我刚刚，没背呢，背什么东西？那不可能。还搞不明白了，为啥？我原土上的没烧起一个，哎，你没烧过，长大的先生，你生干了的烧白个。路妈妈骗人包瓜。你烧过这个金沙米啊？好了过耶，好家伙瓜！金沙米的多你变它嘞？金沙啦，变鸡俺鸡嘛瓜，弄。你烧过啊？兄弟没判那样，变米他妈的。我嘞哈，你烧过上面那的不就不？这两天啊，他苦苦那路他。哎，骗人的瓜，喂，他着嘞。哎，一个呢，没有把路下来嘛？哪里瓜？路上来嘛？这边去了，两斤两尾一样的，那边熬了就啥吧，我也背米嘛。当然了，地上没洗吧？这里好着嘞。我里出来了。那是就出来这了，对呀。这要是你嘛，包括马金表。那出这么急嘛，烂着了，出这么爱媳妇个急嘞。哈！你包皮儿的过呀？俺那个是那更长嘞。哎，我看你谁爱整嘞？对呀，当中故意吧呀，好整的。那上天了。哎呀！娘你了。娘你了！地高呢，绝对了啊！你们。好，什么小人？我这个就你的弟弟给抽了，后边呢？你都谁用的嘛？我保护呢。那这个是烂成了呗？嘿，肯定没有过来过去的。你都讲那个那种，讲话啊，这里啊，加了，把这谁嘛行嘛？你妈的呀！啊，大爷！Dây tí không mà lên lên nhông gì
မြောင်းကြော်လွတ်တဲ့ 多讲多讲。မြောင်းကြော် 哎，喂，你他妈也。